每月生肖運程：西曆2025年12月7日至2026年1月5日。本月為肖豬的桃花月，與上月犯太歲月相比，可說是差天共地。又，本月為權力地位提升月，上班一族如果知道公司準備作內部升遷，也可以嘗試爭取。雖然今年你是沖太歲生肖，但在事業運上反而對秋冬天出生的你有幫助，因今年事業時變好，不時變壞。而從商自僱的寒命人也可以多與客戶聯繫，爭取更佳成績及別人認同。本月為肖豬的桃花月，單身者還可趁此桃花月多出席社交活動，看看能否在假期前開展到一段新感情，為你的假期添些姿彩。本月為權力地位提升月，又到上班一族努力的時候了。雖然今年肖鼠並非容易升遷的生肖，為本年有龍德、紫微這兩顆有力的貴人星相照，相信必然能增加你的成功機會。如果知道公司準備作內部提升，不妨一試，畢竟升遷運與生意運不同，寒命、熱命、平命人都是有機會的。如有意爭取的話，就努力嘗試好了。雖然本年的相沖月已經過去，但代之而來是肖鼠的犯太歲月。雖然一個月的影響不大，但與伴侶相處時最好能保持平和心境，相信本月的感情運仍然是良好的。本月為辛苦個人力量得財月，經過上月放慢步伐後，本月又要重新投入忙碌工作了。上月的相沖月已經過去，本月整體社會氣氛回復正常，加上本月又是肖牛的相合月，人緣運良好，這對收入不穩的從商、自僱一族，又或者是收入穩定的上班一族，都能帶來正面影響，讓你投入忙碌工作時無需分神提防是非。感情來到此月都是融洽的，對人緣又或者男女關係都能起到正面作用。本月為肖虎的財運月，這對從商一族的幫助最為直接，相信能在生意上獲得不錯的成績。其次是自僱一族，雖然本月並非多勞多得，但相信也能因財運月而獲得一定好處。上班一族則不會因一個財運月而收入增加，反而可能因籌備聖誕、新年假期節目而開支大增。本年的相沖月已經過去，一切不穩定因素已經消除。雖然本月肖虎的你人緣運並不是特別好，但也不用提防是非小人，這對感情運也能產生正面作用。本月為肖兔的桃花月，人緣運比過去2個月更佳。雖然本月又是你的雙刑月，小人是非稍多，但比較下來，桃花的力量遠比小人是非的力量大得多，故本月仍然是容易得到貴人相助的月份。加上本月又是你的財運月，必能讓你爭取到更佳成績。秋冬天出生的寒命人固然佳，尚在逆運中的平命熱命人也能因桃花人緣之助而令事業運有所進展。本月感情運是良好的，單身者亦能在此桃花月多些外出接觸陌生人，看看能否在假期前開展到一段新感情，為這個假期增添色彩。本月為辛苦個人力量得財月，工作量明顯較多，這也是正常的。聖誕假期前一般都會較為忙碌，工作可能要壓縮，在短時間內完成，故上班一族要盡快完成手上工作，放假去也。為本月是肖龍的相合月，人緣運仍然是良好的，加上社會氣氛已回復平和，讓你可以專心投入忙碌的工作。
而不用分心處理小人是非。對於因今年桃花年才開展的新感情，本月亦有助讓你把感情穩定下來。